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会教你6个常用字，让你说广东话的时候呢，听起来很地道。来，我们看看是哪6个字。啲嘅邊度點咁或者讀咁。好，第一个字我们说一下，“的”，它的意思呢，它其实有3个意思哈，这个很好用的字，你一定要用得好哦。它第一个就是表示主题，第二个呢表示它是一个复数，第三呢就是一个程度的比较。好，如果它是表示一个主题的话，它怎么说呢？你试一下，第一个，不要碰我的东西，广东话怎么说呢？唔好搞我啲嘢，唔好搞我啲嘢。第二个呢，我的同事都是香港人，我啲同事都係香港人，我啲同事都係香港人。第三个，你的广东话很好啊，你啲廣東話好好喎，你啲廣東話好好喎。这里你可以看到呢，它其实是一个复数的主题，表示东西这个东西同事它不是一个人，广东话也不是一个字一句话，就是整体是一个主题，所以我们用的把它串联起来。好，第二个呢，泛主题就是这个主题是复数的形式的，比如说衣服拿去洗，那怎么说呢？啲衫拎去洗，啲衫拎去洗。人很没禮貌呢，啲人好冇禮貌，啲人好冇禮貌。東西好貴，沒錢買。啲嘢好貴，冇錢買。啲嘢好貴，冇錢買。好，第三个意思呢，它会用作一个程度的比较。好，比如说妹妹比较漂亮，你怎么说广东话呢？好，我给你一个拼音，你可以读出来吗？阿妹靚啲，阿妹靚啲。好，第二个，吃了药感冒好點啦，食咗藥感冒好啲啦，食咗藥感冒好啲啦。好，第三句呢，就是我上一个视频，就是职场广东话教学里面的那个情景，就是老板骂你的时候，上班给点精神行不行？怎么说？返工俾啲精神得唔得？返工俾啲精神得唔得？好，第四句，快啲啦，遲到啦，快啲啦，遲到啦，就是快点啦，迟到了。好，你看到呢，复数跟单数它的说法是不一样的。复数的时候呢，我们用啲，比如说头发，我啲头发，我啲手指，我啲衫，我啲朋友，这个是复数的主题，我们用啲把它呢串联起来。好，但是如果我指的东西是单数呢，单数的时候呢，你用那个对应的量词，这个名词的对应量词，比如说我個鼻，我隻手，我件衫，我個朋友，单指那个朋友，我個朋友。好，比如说单指那部电脑，那台电脑多少钱？部电脑几钱？所以呢，把那个呢量词把它放在最前面，就可以这样说出来了。部电脑几钱？好，那花呢？花怎么说？花是一束一束的，啲花好香，啲花好香，所以用啲。你可能会听过嘅这个字，嘅它有的意思，那跟这个的有什么不同呢？它们两个有共同的点，就是第一句，比如说那个例子，他的英文不好，两个都可以这样表示，佢啲英文唔好，佢嘅英文唔好，同样的意思，但是其实这两个字拆开来说呢，它们主要表达的功能呢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的，它主要是作为主题名词或者是做形容词，嘅它其实主要是一个结构助词，意思是什么什么的。还有另外呢，它作为一个疑问词。好，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例子，我要嘅唔係呢啲，就是说我要的不是这些，这些我们用代名词呢啲代替。我識一啲啲，我識一啲啲，我懂一點點，
這個形容詞。好，隔壁呢嘅就是什麼什麼的，呢個書包係我嘅，呢個書包係我嘅。好，比如說對話，聽日答覆我，好嘅，聽日答覆我，好嘅，好的。好，另外說嘅，它可以表示意外，可以表示疑問詞的用法。好，比如說今天怎麼這麼漂亮？今日咁靚嘅？什麼時候來了？幾時嚟咗嘅？幾時嚟咗嘅？你怎麼知道？你點知嘅？你怎麼知道？你點知嘅？應該冇事嘅。這個呢，用了第三聲嘅，這個呢是安慰別人，還有你自己去陳述嘅，我們會用到第三聲哦。應該冇事嘅。好，下一個問題，為什麼不行呢？點解唔得嘅？點解唔得嘅？為什麼呢？點解嘅？點解嘅？好，接下來我們到下一個字，第三個字邊。好，你會看到呢，邊度其實就是哪裡的意思，但是他們兩個拆開來，各自有很好的用法哦。來，我們看一下怎麼用。邊，它可以解讀哪裡、哪個的意思。比如說，去咗邊，去了哪裡？你喺邊？放喺邊？邊係啊？你係邊個？你是誰？好，然後呢？邊個？邊個？它除了可以說誰，你是誰的意思，它還有另外一個意思，就是哪一個？邊個？邊個先啱？邊個先啱？哪一個才對？好，到，它可以是這裡、那裡、哪裡這三個意思哈。好，比如說家人朋友問你，醫生問你邊度唔舒服，哪裡不舒服呢？邊度唔舒服，然後你說哪裡都不舒服，度度都唔舒服，度度都唔舒服。好，放喺度，放在這裡，去你度，去你那裡，喺邊度，響邊度。好，這個喺或者是響的意思是一樣的，不同的字的用法，但是一樣的意思哈。喺邊度，響邊度，就是在哪裡呀？喺街度，在外面。喺街度，在外面。響我媽度，響我媽度，在我媽媽那裡，在我媽那裡。好，第五個字點，這個字呢，相對可能對你來說比較簡單，但是讀音的時候呢，牢牢記住要把嘴巴合上來，不要不合嘴哦。點，好，點，好，比如說你常常聽過幾點、點名、提點、點餐、點解。好，其實更多的日常的對話用法是怎樣的呢？是這樣的，我點知啊？我怎麼知道？我點知啊？好，點解？為什麼？點算呢？怎麼辦呢？點都唔會，怎麼也不會怎樣怎樣。想點？想怎樣？好，比如說對話做成點？考慮成點？你做得怎麼樣？你考慮得怎麼樣？好，老點我，唔好老點我，不要糊弄我。好，點啊？這個可以是朋友很久沒見面，或者是很久沒聯絡了，就發一句過去，你最近怎麼樣啊？你最近點啊？你最近點啊？好，給你一個日常的例子哈，點這個造句我可以說些什麼呢？好，我讀一次，我點都唔會再相信你，因為你老點我好多次。我新嚟，咩都唔識，希望你多啲提點我。我啱啱入嚟呢度做嗰陣，有個老屎忽成日點我做嘢，我都唔知點算好，不如問下朋友點做。老闆問我考慮成點，我話我想唔做，不過點都好，多謝老闆幫我。點解我唔做？
因為我想去讀書。這個你可以多練習哦。好，最後一個咁兩個讀音哈。當它是讀第二聲咁，它的意思就是這樣的意思，咁樣。好，我們看左手邊的例子，咁都得，這樣也可以，就是表示驚訝，表示驚訝。好，第二個例子，咁樣唔得，這樣不行。咁我走先啦，這樣的話我先走啦。好，右手邊第三聲咁就是這麼的意思，通常就是連着形容詞一起用的。好，比如說第一個例子，咁啱嘅，這麼巧，咁啱嘅，這麼巧，邊有咁容易啊？哪有這麼容易？好，比如說更多的例子，你咁聰明一定得，咁貴唔好買，咁遠唔去呀，唔係你諗得咁好，就是這個意思。好，寫法呢，你可以用那個兩個寫法都是一樣的。今天呢就說到這裡咯，如果你覺得這個有用，麻煩你點讚、收藏、關注我哦。我是劉老師 Miss Lau，謝謝。